香港準媽媽會唔會考慮去深圳坐月？如果4萬蚊有房、有 BB 照顧同有3甲醫院綠色通道，你會點揀呢？嗱，我身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深圳灣口岸啦。咁今日咧，我5分鐘唔使咧，已經過晒2個關口咯。咁大家知唔知我哋今日要去邊呢？咁我唔講住啦，因為咧佢哋已經專車等緊我啦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母婴护理室，我们宝宝每天早上就会在这里，有我们专业的護士給我們的寶寶洗澡。這個護理師姐姐就是24小時在房間照顧這個寶寶和寶媽的。都好舒適喎，好企理啊，係咪啊？空間感都好大咯，我覺得。護理師姐姐就是24小時是在這裡照顧寶寶和寶媽。顧問姐姐就講咧，我哋左邊呢度咧就係婦幼醫院啦。咁其實頭先我哋坐車入嚟嘅時候都經過嘅，係啦。咁右邊就係佢哋嘅兒童醫院啦。我哋好多香港媽咪嚟到內地坐月咧，都係一個好大嘅擔憂，就係健康問題。萬一有啲咩事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好貼心咯，同埋好安心咯呢度。其實之前諗住過嚟深圳咧，都有個顧慮，就係如果 BB 有咩問題嘅時候咧。咁我應該點樣可以同個 BB 去睇醫生或者乜嘢？咁呢度好好，隔離就係嗰個婦幼醫院咧，變咗我行過去，其實過去可能10分鐘內已經可以睇到醫生。咁變咗我就揀咗喺呢度安心喺呢度坐月咯，又舒服，夜晚又有月數幫我帶。而家媽媽 Hero 嘅會員咧，如果幫襯子中心咧，會多送4日俾你添㗎，好抵玩啊！嗱，以下呢條 link 即刻聯絡我哋，我就唔等你哋啦。嗱，我去享受下先啦。等埋啊，等埋啊！